耶和华啊，你徛起的所在怎样遐通意爱？我的心情乱目耶和华的殿院到昏去，我的心肠，我的肉体，我的上帝求叫。请咱三甲来吟圣诗第6首，圣诗第6首。上帝创造天甲地，生成万物逐项的，功劳极大又极快，一世千呼永无散。请起立吟全首。师徒圣经个别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地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我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告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咱来交托启应文第38篇，伫圣诗的后壁面，伫1067页。天的万项事，拢有伊的期。
生有时，死有时，灾情有时，高所在种的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伤有时，跳舞有时，东房有时，奔放有时，亲热有时，冷淡有时，憔悴有时，失落有时，保存有时，放肆有时，疼有时，报有时，静静有时，讲话有时，疼有时，怨有时，战争有时。和平有时。我知上帝所做一切，拢会留到永远。袂加添，袂减少。这声，上帝安尼做，是是要互要互人伫伊的面前心存敬畏。同心来祈祷。我伫天的阿爸爸上帝，我感谢你，阿乐你。主，你是信实的上帝，对听主、遵守主诫命的人，主会守约，而且施慈爱，互阮直到千代。主，你也使保惠师甲阮同在，安慰阮，扶持阮。无论阮伫什么处境中，拢有主你的陪伴，阮感谢阿乐你。主啊，阮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主赦免阮的罪。阮常常含乐引诱，无警醒，无祈祷，离开主的面，致使阮软弱，偏离主的教示、主的道路。阮亲像羊迷路，逐个人行家己的路。有时阮生气，互魔鬼有空芳通利用；有时阮讲出来的话，无小心得罪主、得罪人，阮家己拢毋知影。安尼无好的罪性定根伫阮的生命中。阮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承认阮的过犯，恳求主怜悯赦免阮的罪，恳求主的光照阮。圣神帮赞，引带阮，互阮会当谨慎行伫正直的路，无硬心背逆上主。知影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认捌至圣的上主才是聪明。恳求主帮赞阮，会晓去杀上主看做歹的事，互阮三角用仁爱相款待，互相赦免。通过基督的疼赦免阮共款，做伙同心荣光主的名。求主也祝福阮今仔日的聚会，祝福潘牧师的讲道，会当利益阮大家，提升阮的心灵的造就，互你的话语踮伫阮的心内，做阮生活中永远的帮赞。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我来报告。本会消息第一小点，本主日是高雄敬诚团契主日，欢迎潘牧师前来请安讲道甲募款。敬请兄弟踊跃奉献甲代祷。清风敬拜中心对顶礼拜8月初10开始聚会，伫新的礼拜堂，地址是清风路297号，欢迎大家参加。下主日是总会所定教社主日，敬请兄弟备办心为教社事工奉献甲代祷。小会公告第一小点，本会定伫9月初7开始要召开第23届中级选举临时和会，即摆要选出长老12名，执事30名。为着选举举行一切顺利，本会对8月初8到9月初6要举办30天的敬正祈祷。敬正祈祷的单仔搭伫公布栏，敬请中正兄弟踊跃登记参与。
第二小点，即届中级候选人名单请看周报的第8页，敬请候选人伫本主日前提供2寸的相片，方便印选票。感谢合作。第5，本会定伫8月31号下午3点到5点半举办领袖装备会，对象是区长、小组长，地点伫副堂，请伫下主日前区的区长报名。第6，本会2024年度的第2学期信用培育奖励金开始接受申请，若有达到申请的规定的，请伫9月初7前提出申请。9月11日伊嘛8点会召开奖励金小组审查，本会伫9月14日会颁发奖励金。具体消息详述伫第1小点。本会蔡嘉玲姊妹8月初8蒙主温调安孝主怀，一定伫8月13伫市立殡仪馆举办追思礼拜。第2小点，本会萧照温兄弟，伊伫8月10日蒙主温调安孝主怀，一定伫伫安教会的副堂举办告别礼拜，安葬伫嘉典永生园。第3小点，本会萧润春兄弟蒙主温调安孝主怀，定伫8月18伫市立殡仪馆举行入墓甲火化的礼拜，请相助会员缴相助费。以上愿主安慰遗族，敬请兄姐为遗族代祷。第2，互助社有学费贷款专案，若有需要申请的兄姐，请互助社办理。第3，学青牧区定伫8月30日。有邀请到阿门俄乐计划团队来带领圣灵的风，伫2025的敬拜之夜，期待圣灵的风搁一摆吹入咱内面，更新咱的生命。迄日下晡6点半开始，欢迎兄弟姊妹会当踊跃参加。代祷消息。咱三甲恭读上帝的话，记载伫约翰福音第13章第1节到第5节。阁有一位伫约翰福音第13章第14节到17节。包过节前，耶稣在伊离开即世间归伫爸的时到，一定听伫世间属伊的人，到尾也听因。食下暗顿的时，魔鬼一定将为耶稣的意思下伫加略人西门的囝犹大的心。耶稣知爸一定将万物交伫伊的手，搁知伊对上帝出，也要归伫上帝，就离开道，脱衫，摕阮家己下，倒水伫盘里，洗学生的骹，将所下的裙甲伊拭。第14节，我做主做先生，尚请甲恁洗骹，恁也着三角洗骹，因为我一定用模样互恁照我所对恁行的来行。
我实实甲恁讲，萝卜无较大伊的主人，风车的无较大车伊的。恁既然知遮个事，若去行，伊就有福气。以上愿上帝话点伫咱心内。即时学乐，请双年献歌队。
只是讲到请潘牧师，互伊要讲的题目，互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等来有像教会，敢若等来家己的后头厝共款吼，就是讲要过年的时阵要转去初二嘛，就走囝仔转去后头厝，拢足欢喜的，就是讲客语有做讲转回家吼，就是说回到娘家里面去，然后吼，这是对查某囝来讲是足欢喜的代志，敢毋是？就转去的时阵，只会当做查某囝。但是要离开的时阵吼，转去的时阵做查某囝，但是离开的时阵都爱做查某囝贼吼，就是冰箱的物件都爱甲搬了了。哦，迄是伫家己厝里才敢安尼做，敢毋是？伫家己妈妈伫听的当中，较敢安尼做。所以就讲，等来时阵就是有这样心情，就是真欢喜，因为我知影恁听我，你也会支持我的事工，也会当来，无论是事工还是讲我个人，拢受到大家真侪照顾，我真感谢大家。过去这段时间，甲我甲牧师娘对我牧师娘的照顾，所以真多谢。所以是家己油厂的感情真深，吼，甲北京教会无共款。一年当中，我入去差不多40几场的讲道伫外口，上期待就是安排倒来油厂的时阵讲道，因真侪过去有真侪受到大家照顾，真侪兄弟对即个关系真是无共款吼，是无共款。所以伫带着欢喜的心情、甲期待的心情，甲大家做伙来分享我最近也是讲伫外口做啥物事工。来开始进前，咱先三个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当来领受对你遐来稳定甲听从。你帮助阮会当透过你的话语，搁一届坚固阮家己的心。信心你来帮助阮，互阮的心甲灵会当搁一届行起。阮的服侍会当完全无共款。愿主上帝，你搁一届对阮讲话，互阮今日会当领受对你遐来话语。也看见神也不断发生在阮的教会当中，所以来由从教会的这兄弟，因会当领受对天遐来医治平安福气满满，充满伫阮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健身团契上重要就是预防犯罪，预防犯罪。要安怎预防犯罪？就是对心来改变嘛，吼。对心来改变啊，所有上大上好的改变，就是对福音，吼。福音会当互人的真正互人的心得到完全改变。我嘛问过别个宗教，因为伫其他伫家家内面有足侪宗教伫内面，足侪宗教伫内面。我问过佛教、道教、儒教，遮即个法师也是因的导师，也是老师。我问过因讲，为虾米恁会想要来家家内面遮来服侍？特别来做即个宗教的教化。因讲，牧师，若是讲吼，阮面对遮济人吼，若是一个人来改变吼，就代表阮所信的神是真的吼。但是伫内面改变上济，就是伫阮的新生命班伫基督教当中，因为咱的福音是确实有效，有效的意思是啥物？有足济人来报基督教的班级，我拢会问因讲，为虾米？有遮侪宗教，你会来报我的班级？即个理由千百种拢有。有诶，我讲你有敢有报过佛教？有，伊讲有啊。有诶，你有报过即个道教？有啊，我啥物拢报过啊。所以我来遮听看卖啊，听看卖啊。有诶人是伫工厂内面，所或者歹剃头诶、歹角诶，定定咧违规诶。所以我讲你为虾米来？我主管都无想要看到我，所以就叫我来上课。有诶就是讲，我毋知影为虾米要来遮，人叫我来，我就来啊，我就对人来。来上课基督教班课的人百种，完全无共款。但是因留来会当，若是因留来是真无简单。我就问因讲，为虾米恁会留落来，而且阁接受洗礼？因就讲，牧师，因为你讲的话，阮听有。
哇，听有真重要，讲的道理，互听有真正重要。所以我讲啊，比其他的老师咧上课的时阵，恁听无？老师真正听无呢？啊，佛教咧上啥？阮去的时阵，你去到了点然后开始念经，啊听无？哪有可能听无？有啊，无说我甲你问哦，因拢就开始讲，各位共修，咱三个来念经，南无大智波罗耶，2点钟。我讲有啦，应该是嘛是有看过影片啊啥，哦，迄拢足高深的，我听无。啊，为什么恁基督教讲的话人会听有？因为阮的耶稣是道成肉体，就是讲迄个真困难的道，真做人的模样，互人看有、望有、听有，然后感受会到，所以因会来上课，啊听有。因较会当来即个产生改变，所以我常常咧甲因讲新生命班真简单咯，就是你听有，然后佫会讲，佫会做。所以我的口号是在监不违规，出监不回监，就遮简单，就是遮简单。所以对我来讲，服侍足简单的2项，就是第一。你讲的道，你讲的道理，福音爱互听有，福音真正爱互听有，福音爱互听有。第二，爱挖出来，然后陪伴因，挖出来，然后陪伴。耶稣就是咧做即款的服侍，所以咱今日所看的经文，耶稣基督咧服侍的时阵，伊但知影3项最重要的代志。第一项就是上帝将万项有交伫伊的手中；第二项就是伊知影伊是对天父迄个所在，伊对天父遐来，然后要搁转去到天父迄个所在，要搁转去到爸的身边。所以知影这3项代志对伊来讲最重要。为什么重要？因为伊的服侍开始无共款咯。但是咱是知影讲咱的服侍，咱的户口内面有1000万的美金，然后逐工咧增加的时阵，咱的服侍，咱的奉献，敢涨共款？敢一个月赚2万几块、3万几块共款？若是共款的话，代表讲你无法度了解你是有万项有啊。所以万项有是啥物意思？就是所有的一切拢要来支持。拢会来支持你手中所做的工，你的服侍，上帝要来支持你的所做的每一项代志，上帝要来支持。所以服侍毋是干那伫教会内面来服侍，我常来讲服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将人带到上帝面头前。咱去开福音车，将人带来教会，是把人带到上帝面头前。咱伫外口做招待，把人带到上帝面头前。讲道嘛是，煮爱餐嘛是。主日学是学生牧区是，但是行出去教会以外嘛是服侍。伫咱所徛起的公司，咱的徛家拢是咧服侍，每一日拢是咧服侍。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内，咱所讲的话，咱所做的代志，会当互人看见耶稣基督的荣光。有一段时间我真歹势，伫我的社区内面，毋敢承认我是牧师啊。常常去穿一个短裤仔啦，穿一个这个吊架去倒粪扫，常常就是安尼，穿拖拖的就去倒粪扫。我讲有时有兄弟真热心，因会伫迄个夹菜，还是讲夹寡因的水果伫我的柜台，我会家己来讲，恁写潘先生就好啊，毋通讲写潘牧师，但是大家拢会袂记。写我的地址以后，讲潘牧师，所有遐个管理员看到我讲，哈，你是牧师哦，我看袂出来哦，所以讲，毋是伫咱大家无看到的所在，爱穿牧师服，而是讲，毋是讲穿即束牧师服是牧师，是咱所行所做，你穿啥拢袂要紧，是互人会当了解你所做的是。有意义的，
会当影响上帝，但是无遐困难，就是自然就好，自然就好。所以耶稣一直咧讲一个最重要的观念，对伊的即个讲道内面讲最重要的观念，什么款的观念？就永远、无限、永远甲无限。总是咱都无法度了解什么是永远甲无限。耶稣基督用永远甲无限一直甲咱讲，伊所做的代志，五块饼两尾鱼无限。虽然这个饼伊食了，但是伊剩的搁较济，水变酒。虽然这水也啉了，但是因所感受的迄个快乐是无限的。当人无够拢讲纳税金互罗马政府的时阵，伊讲彼得你去钓鱼钓起来鱼喙内面有钱，会当来纳税金。这钱纳了，当时这个彼得所经验的这个无限的上帝。伊经验到啊！你到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的时阵，伊看彼得，然后看玛利亚讲：“妈妈，请看，这是你的后生。”甲彼得讲，甲约翰讲：“约翰，你看，这是你的妈妈。”所以伫十字架顶，总是伊的疼无限。所以约翰甲玛利亚接去带，然后伊去啥物所在服侍，伊就将玛利亚带伫身边，甲当作伊家己的妈妈。所以，这款无限的观念，耶稣一直在做互咱看。耶稣一直甲咱讲，什么是上重要的物件？什么是上重要的物件？所以早前有一个广告，我感觉翕得最好的，钻石很久远，一颗永流传，是不是？这不是干那是讲伊足贵重，只是讲我是心里我送互你上好的物件。所以牧师娘有一天提出一个足好的观念。伊讲牧师，我牧师娘讲这个观念，我感觉就好。伊讲限量品呢，每一个人拢是上帝所创造的限量品。我讲对啊，这就好啊，限量品就是量身定做，啊，毋係限量，佫是精品呢。但是常常即侪人，因拢甲即个限量品甲即个精品咧推销的时阵，拢甲即个包装纸吼，迄当然你内面的物件是贵的，伊外口底壳啊，当然嘛无共款。绝对拢是充满设计感，但是即个受刑人，即个伫关家的人，因感觉伊个外口的即个包装是上重要的，就是伊趁偌济钱，开啥物车，穿啥物衫，迄是上重要的。但是重要毋是讲你外口即个包装是啥物，你的壳啊是啥物，重点是内面你所缀的即个物件是啥物。有一个爸爸将甲伊的囡仔讲，就即个手表是恁阿公的阿公的阿公留互我的啊。你讲你想要做生意，你摕这个手表去卖一个上好的介绍，结果这个囡仔讲好摕去，然后因爸爸讲无卖到上好的介绍，你绝对毋通落来，也绝对毋通将这个表啊甲摕去直接卖掉。结果伊摕这个表看起来就足旧的，然后佫看起来拢安尼无啥好势安尼啊，感觉拢足侪人。挂这个手表走来走去，这种个看起来足旧啊，无值钱。叫伊摕去迄个资源回收遐讲，头家这个手表你收偌济？伊讲我1箍，称重就1箍。我讲哎哟，我1箍尔呢。结果伊等下爸爸讲，爸爸讲你卖偌济？讲我摕去互资源回收，伊讲1箍。讲安尼你摕去看，有卖啊？佫有别人要收哦。我摕去钟表公司看讲，迄个钟表公司讲哦，这足久啊哦。这看起来无简单，我用100箍甲你买。我讲爸爸，这100箍呢，你去倒？迄钟表公司啊。另外讲，你搁去看卖啊？结果伊摕去迄个号做即个经过一个古董收藏哦。哇，这古董呢，好，这无简单。我用50万甲你买。好，囡仔听到50万，心哇别卜跳，真紧走转去讲，爸爸50万呢？讲你摕去博物馆看卖啊？博物馆看，哎哟喂，阿娘喂，这都有够贵的呢！这会当卖到2000万。结果伊甲那物件先个落条走转去时阵，伊讲爸爸，这会当2000万呢？因爸爸甲伊讲，对我来讲是钱买袂着，但是你若是捌即个物件的人，伊就知影伊的价值是啥物。捌即个物件的人就知影伊的价值是啥物。
对我来讲，2000万是无可能卖。为什么？这是因为这是你的祖先所留落来互我的，是你的阿公的阿公的阿公留落来互我的。所以知影这个价值，知影这个价值，才会当互伊共款即款的态度啊。所以上帝耶稣基督一直甲咱讲永远，伊甲我永远我，一直做互咱看，什么到底是永远，什么是无限。若是咱的有那，若是咱的服侍有上帝无限参与伫当中，若是咱知影咱家己的身份是虾米人，若是知影讲咱要去虾米所在，咱的服侍绝对是无共款，咱的服侍绝对是无共款。所以我要来用譬如，我无法度甲恁讲到底虾米是无限，但是我用譬如甲恁讲啦吼。美玲长老，你帮我摕麦鼓起来吼，麦克风，多谢多谢。好，所以就讲吼，我来讲，咱无伫迄个，因为我伫迄讲话较无清楚，因为我的面足阔，耳仔甲喙离足远吼，所以恁更加听到咕噜呜安尼啦吼，安尼我会当控制伊个即个距离吼，所以我要讲吼，这是咱的工作，爱看清楚啦吼，这是咱的家庭生活。然后这是咱的教会服侍，教会服侍，这是莫插伫咱的边啊，所以这是咱24点钟，咱24点钟，若是咱24点钟要来分配，要安怎分配？是虾米做优先呢？美玲长老，我们哪个优先？工作、家庭、教会服侍。我知道很难回答啊，我每次这样为难大家，不好意思，我自己到好不好？家庭，咱是毋是爱开时间？爱嘛对吧？安尼有够无？袂当阁停落去，咱的工作爱开时间无？系嘛，8点钟嘛，对无？安尼够有够？教会爱开时间无？哎，好，咱尽力互伊会当看起来病济啦，有病济嘛，尽力嘛，对无？但是咱会感觉足忝，就是因为讲有时咱加班，加班的时阵，咱对倒位抽时间，家庭抽时间。但是你无法度全部拢无等去处理嘛。然后咱伫即个佫无够的时阵，对教会抽时间。无说歹势，我今日礼拜加班哦，今拜拜托别人吼，好，然后，所以咱会感觉足忝，就是因为咱时间拢伫即个所在来刷来刷去，敢毋是？无说那无一概甲填互甜，我道你爱开时间，你爱困啊，你爱休息啊，对无？你爱有家己的时间，自己独处的时间啊，对无？你爱有时间，你爱耍手机啊，对无？你爱有时间，你爱灵修，甲上帝讲话，敢毋是？但是永远的观念是啥物？咱着一直不断伫即个所在咧调配咱家己的时间的时阵，调配咱家己的时间的时阵，但是我真正无多，真正我投资遮个，我即时间真正无多的时阵，我感觉足忝的。则无加袂来的时阵，是要安怎？加袂来的时阵要安怎？甲顺利结连啊，对无？就是这，若是讲咱是有上帝甲咱斗相共的时阵，上帝甲咱斗相共的时阵，伊会当将。甲咱斗相共，咱投资一寡时间伫教会内面尔，一点点啊。咱爱加班，但是我仍然悠然持守伫教会的时间。讲做我真礼拜，
我用尽力啊，无法度啊，来甲我斗相共，信心来充满伫阮。所以咱的服侍，伊就来甲咱斗相共。当咱受信心充满的时阵，定伫信心充满的时阵，你教会的生活甲上帝关系充满的时阵，就讲我家庭出问题需要开寡时间，咱是毋是会当信心参与伫当中？当我的工作需要上帝斗相共的时阵，是毋是嘛会当维持即款的水准伫的？然后顺续阁甲恁加一个讲，报道啊，啥？你讲啥？最好，你讲这啥？空的对，啊，这代表啥物？这代表好，这就搁外口报道，啊，然后搁是去这个叫做外口这个去福音队，还是讲加服侍，加服侍。咱可以较有一寡时间互伊安尼。所以，我牧师为什么不爱甲天互甜啊？因为咱需要时间休困，敢毋是？咱需要时间，上帝互咱的时间会当平衡落去。所以，咱的时间是无够，咱的财源是无够，咱所做的代志是无够。但是，上帝的信心在参与伫咱的服侍当中的时阵，完全都无共款啦。你开寡时间，投资寡时间，上帝来补满你不足的所在的时阵，就是永远有够，永远支持，永远家己三个伫地。这上帝参与伫当中啊，伊嘛留我时间互你家己，伊嘛留我时间互你家己的休困时间，你的这个放轻松的时间。所以咱一定要甲咱的时间来调配互好势。所以，我常常咧讲，因会问我讲，牧师，教亚稳定是啥物？教恩典够用是什么意思？我讲恩典够用的意思就是适时、适当、适量，就是上好的时间来出现，然后是上适合你的，然后这个量是拄啊好的。有时受过济时阵，你无法度，你也无法度接受，你也无法度管理，所以讲牧师哪有可能无法度管理？我讲因为你无法度了解你的身份是啥物。伫圣经内面来讲，着囝儿拢是讲囡仔，人讲后生拢是已经会当管理钱财的即款的年岁啊。所以伊毋望大家会当成长成做囝儿，会当成做即个囡仔，会当成做后生，会当大汉，会当管理财产，会当管理咱的家己的时间。即上帝毋望，咱会当知影讲，咱对倒位来，咱是对倒位来。然后咱要过去什么所在？然后因后甲我问讲，牧师对倒位来讲有遐重要？我讲加讲当然嘛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因咧点名的时阵，大概因咧上新生命班咧点名的时阵，因拢咧报号码0098啊0096哈，拢无叫名，但是我拢叫名。我叫名的时阵，有个人伊感觉伊真无爱听到伊的名。我大概叫名的时阵讲。我大概叫名的时阵，美珍姐哟，伊就讲，你家人莫叫名。我讲为什么啊？有一个同学无爱我叫伊名的。我讲为什么你无爱叫名？伊讲我来以前来叫我的名的时阵，就是要用拍。然后才知影讲啊，原来伊就是为什么呢？伊就是因为讲伊爸爸妈妈离婚，伊甲因爸爸大汉作为大汉。伊爸爸是基督徒，对伊要求足悬，然后不时就是用拍，最严格的方式来对待伊。所以伊真怨恨教会，怨恨基督教，对所有的真讨厌。所以来上我课的时阵，伊是咧找麻烦的啊。然后我就问伊讲，为什么你会真？他讲，因为叫我的名就是我要用拍。然后我就不断甲伊讲，伊听有福音。我讲地面上的爸爸甲天顶的爸爸是完全无共款的啊！
你先了解，以后你再来做决定，好无？过去基督徒无好，伊所感受的这个信仰是无好的。但是咱来感受天父上帝，毋是感受这个信仰甲宗教，咱感受耶稣基督同在这款无共款。你知影你是啥物人最重要，你的名最重要。虽然这个记忆无好，总是这个你们耶稣以后，你有新的名，耶稣甲彼得改名，就是讲毋那是安尼尔，毋那是安尼而已，你有新的开始，最重要。但是有最重要，就是讲对这个名有重新一个看法，对你家己生命新的看法，就知影你是对爸迄个所在来，你是天父囡仔，你是上帝囝，上帝囝。所以阮有这个宗教家庭日，就是讲有时为阮迄个分数若无够3级，上基础4级，若是无够的话，就是无法度会当来免费。爱3级以上才会当免费，拢永远拢伫4级，但你对4级，伊不断咧违规啊，不断咧违规，违规下带7个月久，不断咧违规，然后拢厝人无倒来看伊。我讲我来鼓励我有办迄个家庭日拜托你写批，互你的爸爸是妈妈来参加。讲我无想要我的爸爸来啊，但是我就想要有这个一段时间会当甲因讲话安尼。我鼓励伊写，讲好啊，孝因爸爸讲写批2行啊，就是2纸安尼啊讲啊，2行字啊讲，几时当时办宗教家庭日，你要来无？我寄出去安尼。我讲写互恁妈妈咧，无说我甲妈妈已经20几天毋捌联络啊。我讲你知毋知伊住喺倒？再来有去遐偷看，伊。结婚啊，然后佫有别个家庭啊。我写批互伊，佫伫家家内面，我歹势。我讲你有想要看你的妈妈无？我想足久以后，我讲袂要紧啊，安尼你先将你想要甲妈妈讲的话写起来以后，要寄无要寄，咱再来想。哇，然后原本拢无想要写，然后开始因为时间足济开始写。写来以后，我写足济，我写3、4张啊，甜啊。我讲伊最近安怎，然后伊安怎为啥互关，伊受到啥物对待，写来以后摕我看，我看了真感动。我讲拜托咱寄出去好无？讲好。然后伊顶面拢无写伊迄个家庭日伫叨物所在，当时伫啥物所在，拢无讲。但是这个家庭日迄天的时阵，因爸爸来啊，然后亲妈妈嘛来啊呢。伊看着妈妈那流目屎，你哪知影我伫遮？伊妈妈讲：“你是我的囝呢，你是我的囝呢。”因爸爸是无共款，完全支持这个后生。然后因妈妈徛起来，甲因爸爸讲：“你会当骂我。”但是你千万唔通骂伊，伊是对我所出世，对我自己辛苦所生出来的囡仔，你唔通安尼甲糟蹋。无论离开几当妈妈看到囝，永远是囝。伊无讲当时，伊唔知影讲伊伫啥物家家，但是伊就出现，了甲破甲冒的，啥物拢无讲。若是有人感觉讲家己不配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你看卖，你甲上帝讲，上帝我不配。你甲上帝讲，上帝我唔堪，我无法度。上帝我不配来到你的面头前祈祷的时候，你看上帝安怎想？伊甲你揽的讲，你是我对我遮所出的呢，你是我囡仔呢，你是我囡仔呢。所以你上课的时阵，因拢常常咧问一句讲，牧师，为什么上帝的囝遮重要？你常常咧讲这个主题，然后洗礼遮重要。我第一节课就讲，咱上课就是爱洗礼。你上课就爱摕证书，为什么？你根本袂当甲空气拍拳同款，白白来，白白来，白白走，完全无任何即款是新的想法。然后伊就讲，那我无法多了解到底什么是上帝囝的意思。然后我就看见因迄个主管啊，都请我头啊，我请人来，大家斗相讲，比如互恁看哦。
经理讲我清楚了，我要请这个帅哥，1、2、3、4，白色 T 恤帅哥，你来前面一下，拜托一下，拜托一下，谢谢谢谢，来前面来，好，我们掌声给他有一下好不好？伤大号都爱讲，伊就穿美国西装大师。吼，我讲你穿这束衫以后，你就真做牧师，然后你会当讲到管理教会所有有从教会所有一切，互你管理，然后你会当有责任，吼伫教会当中，吼所来讲到换你。无啦，我讲算笑，伊是穿即个因的迄个管理员的外套。我讲你穿即束外套以后，你就有锁匙，你会当自由出入。讲哈，对，我讲这就是上帝囝，有这个管理嘛。这就是你穿即个衫，但是讲我未，我无多，就是所以改变啥物？上帝囝改变就是，毋那是讲穿即束衫外袍起哩，对内面甲对。内面拢完全无共款，内面是毋是穿一领西装较好，穿西装裤、穿皮鞋较好，所以是对内到外完全都改变无共款。无数但是吼收大领是啥物意思？我讲收大领就是讲咱开始来健身嘛，对无？食较大块的，上帝阳光较增加的。无数收细领就是讲，咱无属伫上帝所在伤过济，咱会甲减少。所以上帝囝意思是啥物？互你穿即领衫以后，你有即个管理，就是当无数但是未呢？我讲当然嘛未，说的是开始尔，未嘛，完全都未开始。我未，咱的信仰先加就是说的，先互你穿衫以后，然后你慢慢练习安怎来运用上帝管理嘛。所以耶稣基督为伊的门徒洗脚的时阵，就是甲伊的门徒讲：，你的脚受到我的来清气以后，我认同恁的身份，你是我的学生，所以为恁来洗脚。对，佮甲因讲，恁着彼此安尼做，恁彼此安尼做，就是讲提醒家己，提醒伊讲，你是上帝所听的，我听你，因为你是上帝所听的。所以有即束衫起嚟的时阵，完全性命完全无共款，完全无共款。所以咱对是开始尔，然后开始性命地就改变，对内面、对顶面甲下面、对内面甲外面完全无共款。OK， 好，我们谢谢这个弟兄，谢谢。然后送给你，反正我穿不下了，我穿太紧。哦，所以就讲这就是讲，我对倒位来要去什么所在。然后伊会讲，因讲问讲要去什么所在？我讲去什么所在敢毋重要？我讲有够重要的。有一个先生常常违规行生气，伊伫内面负责压会啊。我不说，一句圣经节我真欢喜，就爱听。就是讲这世间虽然有苦难，但是耶稣我已经赢过什么？赢过啥？对啊，世间嘛。伊又问我讲，牧师为什么毋是赢过苦难，是赢过世间？我讲你咧压水的时阵，常常看你咧生气，你安尼嘛摔物件安尼啊，摔迄个水管，伊讲，迄个水管有够烂啊！我若要转较远的时阵伊对边仔开始流水，破足一空的啊，够烂啊！迄种压袂着，我都行较远的，好个忝的。迄水管毋是干那像安尼，迄水管就粗呀。我讲若是咧流水时，你要安怎？先去甲迄个水龙头关掉嘛。关掉要安怎？找着关掉，关掉无毋对，但是伊水管搁咧流水。我讲你破喙，互你知影讲你是啥物所在出问题啊？搁咧流水是因为互你会当垫迄个贴布伫顶面，互你防止搁流水嘛。安尼哦。所以赢过世间的意思是啥物？甲这个苦难源头赢过，甲这个水龙头关起来，关起来。过咧流水就是代表我爱处理我生命当中的破碎。讲当然咯，
然后伊甲打开以后，伊心情就好。伊讲就好，无输。我完全会当达到迄个目标。我看到迄张枪啊，一直要死啊，水拢无够，我心里就生气。我讲这个枪啊，就是你家己嘛。你毋知你要去啥物所在，你要去，你无法度到的时阵，你受你这世间的颠簸。所以有一个陈牧师讲一个譬喻足好，伊讲去人若较有可能伫桥顶来休困，桥顶风景足水，但是咱是目的是要过桥，你较有可能伫遐去一间厝住顶面啊。你爱去一个所在是上帝要互你去的所在。然后我经过时看到伊的洪水，伊的水管嘛是照常咧流水。我讲你袂生气啊？我讲袂。我知影我流水的所在，毋是袂了去，是会当灌压边仔的花草。我讲，然后迄个目标咧，我一桶一桶摕去甲压水。我已经了解，赢过苦难是啥物意思。我要去到啥物所在，都是去到上帝迄个所在，赢过我世间所有我过去所做毋对的代志。所以，我要互大家看一个影片吼，就是讲，阮伫做即个影片是阮我去访问吼，即个出来的即个精神人然后这翕好以后，第一届半就是伫咱油厂教会，请大家来看一下。少年了先食药啊，到做兵前10几月啦开始食啊，食到即阵啦，大病啦，就14月啊，14月人，你莫讲经济偌好啊，互你头我经济足好的时候，食到后壁你也歹看无钱的时候，你就去去斗去抢哦，头，我感觉时间是蛮快，我选去抢哦。范强哥，7年3个月抢银楼。因为药啊食一个过量，一定无原本的理智啊，安非他命，未20岁到49岁。伊上大个问题，讲我，伊无要求我做好，但是偏偏啊，莫阁行较早的我应该是我个人的转变，一个稳定伫个，逐个人捌我的人拢知影讲，你这个好在上啊。你也法度改，真正上帝的能力，毋是咱想会到的。更生团契呢，他就寄给我们受刑人家庭他们这些小孩需要我们去帮助的这些名单这些关怀的一个对象，然后去关心，然后去探访，然后去接送，学习倾听，知道他们的需要。我觉得这是我们跟这些家庭们最重要的一个互动。我觉得倾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对资料就是算看几个家庭要探访，要去关心师长甲传道来，我就带伊去认捌这个家庭。伊是讲这礼拜要来先来教我看孩仔，因为我关心差不多，应该前伊妈妈入狱吼，应该有关心有6年左右，服侍他会当救一个算者。你为什么会想要带小朋友跟阿嬷来教会啊？因为我觉得真的有神在，我是很相信。感谢主，我能够参与在我们更生团契高雄区会的事工。其实这个根本就不是我的计划，但是后来想说，不是我的计划，就是上帝的计划。走过40，旷野蒙恩。第一，这40年。过去早期，他们真的要做这个施工哦，好像走在旷野哦，人力物力缺乏。先有定位你才能够就位，才能够到位。我能做看，必做成。那我就是要影响未来，意向引导。我就想说，我们应该有什么意向去引导我们更生走向可能未来的40年。
上帝不做工，你要做工，你就会做苦工；上帝不做工，你也不做工，就变成罢工；上帝做工，你不做工，那你就是怠工，就是懒惰。但是上帝做工，你也做工，就一定会成功。更深的联会真的给我的一个触动，就是听见台中、台南、桃园，他们都有中途之家，在基隆也有中途之家，他们的分享真的很触动我的心。我们关心他，可能在监狱他们信主受洗，但是他们出了监狱之后，谁要关心他们？谁要陪伴他们？这个信仰能够帮助他们，不仅能够回到社会，回到家庭，他们能够成为一个正常的人，跟我们一样对社会做出贡献。这个其实放在我心里，更深的福音事工，这不是更深传递自己的事，是我们众教会的事，互相效力。盼望因为我们的投入使这样的一个事工能够蓬勃的推动，而且是带来祝福，使更多更深的生命得到改变，使我们这个社会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大人也能够带来更大的祝福。喂，后来我们去关心后来我去关心这个小朋友，伊就是天使树计划吼，就是关心受刑人的囡仔，伊原立到伫教会当中开始来服侍，甲因的师长吼，因团队的先生去载老人，然后佮带小朋友甲其他小朋友甲阿嬷来甲教会，伊的爸爸妈妈甲阿姑拢伫家内面。但伊来到教会，就是伊生命重新开始。我就问因讲，为什么你会带其他小朋友甲阿嬷来教会？伊讲，因为我相信真正有上帝。然后伊讲，我真正相信，我有感受到真正有上帝。你们看，这个敬信团契的服侍，就互这个人会当真正感受到上帝的同在，互因搁一届机会，伊的生命会当完全得到改变。但是咱感受到上帝，咱是对倒位来，要去什么所在，然后咱服侍是永远活的时阵，永远的时阵，咱服侍会完全无共款，伊的生命会完全无共款。咱大家来祈祷，特别上帝，我感谢你，互阮会当就这段时间做伙来领受你的话语，愿上帝你搁一届固守你的你的子民，互阮会当然后透过祈祷。透过会当透过服侍，阮搁一摆搁较深来认捌你。愿你的话语去调伫阮的心，搁一摆对阮讲话，互阮会当领受感动，行出福音。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请您回应诗315首，请起立吟全首。来为着敬生团契祈祷，感谢上帝互长老教会拢会当认同伫这弱势者甚至有侪人行袂路的
咱来当甲挽回，通过福音的大能，互因的生命得到改变。咱有着精神团结这个时间特别来祈祷互因会当各方面拢有教育用的稳定。咱也为着教会伫9月的中7月选举来祈祷，为着咱8月30日要领袖的装备会这个暑假连绵要结束为着这个细囝过来结束新的学期开始有人要入新的学校咱为因祈祷望上帝祝福。为着咱软弱的躯体献上代祷，特别有拄着死失的家庭，咱求主安慰。现在咱有啥物款的祈祷，咱拢摆在主的面前，举起咱的双手，呼叫主3声来祈祷。主啊，主啊，主啊！亲爱的主耶稣，多谢你，让阮今日伫精神团结各样区会这个奉献主日透过潘牧师分享侪服侍，互阮来当了解服侍的真谛，互阮阁会当像主耶稣所做的，伊讲新的人也要做伊，甚至搁较大的事也要做伊。主啊，求你阮有一款的信心，也有一款的负担，互阮毋是干那伫家庭、伫工作、伫教会，甚至阮会当搁做较大的事来应邀你。主啊，阮感谢你，求你施恩，也求你祝福，互因有教育的稳定。主啊，有侪软弱的肢体，主啊病痛，愿你的保卫掠看，愿你的权能充满，愿你医治的权能伫因的身躯顶，互因会当得到医好。主啊，所为着阮中间有主的失的家庭，无论是网友姊妹、义工姊妹、教会兄弟，还是论尊兄弟，主啊，愿你拢同在，愿你安慰，愿你帮咱扶持为主互因会当继续领受你来开力头前的路上来跑走。主啊，所阮兄弟伫你的面前摆咧祈祷，主啊，无论是为着阮家己身体健康，还是阮工作的顺利，阮家庭生活一切拢会当顺遂。主啊，互阮所有的代祷拢到你的面前。主啊，也将阮的国家仰望你，求你看顾保守，特别伫遐有拄着灾难灾区的所在，会当紧紧得到恢复。主啊，所感谢你，主啊，所学罗你，感谢你，听阮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请坐。请接受来服侍。这咱今日有精神团结感谢主请咱会当支持潘牧师伫精神团结各样区会伫这个福音的时间，相信咱透过咱的代祷、咱的奉献，会当诚侪祝福，互迄个失败倒转，互侪伤心的人会当得到医好，互咱的社会会当搁较好。这请起立来迎奉恩师。主爱天父，阮感谢你，
手术，阮伫属龙工商拢有好的得会在的能力。阮奉献担保的金钱，做教会传福音事工的路用，也祝福伫高雄精神团体的事工，主大大使用因，使稳定互因拢无欠缺。愿主接纳阮的奉献，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祝福查恳，咱吟圣诗507首。请潘牧师祝祷。愿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堂神圣的感动甲交陪，愿上帝所赏赐满满平安福气，充满伫恁，在对打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道闭会。